18百香果种植的最佳方法：脱插扦插，4个技巧让扦插成功率极高。How to propagate passion fruit from cotton 1年生的枝条剪成极小段个，含2-3个芽点，粗的一头，尾端刮除1-2公分的皮，有助快速生根。扦插方向要正确，剪刀要喷酒精消毒，用新买的培养土装到小花盆内，浇水湿透，然后扦插好几个枝条，可放大树下或屋檐下，或是创造温室，可将好几盆放进大塑胶桶内，可加透明盖子，要留透气孔，没盖子也可包保鲜膜，要留几个孔透气。1个月后有新芽叶子。TTPS